主后2023年7月初5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言行合一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到17节。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大家，讲话着一致，恁中间嘛毋通分裂，着团结，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因兜的人有对我讲起恁中间有纷争，我安尼讲是因为恁中间意见纷纷，有诶讲我属保罗，有诶讲我属阿波罗，有诶讲我属彼得，嘛有诶讲我属基督。基督竟然互人分割，保罗减有替恁钉死伫十字架，恁减有奉保罗的名领受洗礼。感谢上帝！吉利斯布甲加油以外，我无甲恁中间什么人洗礼。安尼无人会当讲恁有奉我的名领受洗礼。有啦，我嘛有甲斯提法纳一家的人洗礼，其他有甲别人洗礼啊无，我袂记得。基督无找我甲人洗礼，是要传福音，毋是用智慧的言辞传，才免互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俗语讲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。相款的，每一间教会也有各自宣教的困境，以及迫切需要互看见、需要共同面对内部的问题。今日的经文中，保罗开门见山，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点出来，一点仔也无暗藏。保罗的目的是要爱所有读到即张批信的人拢明白，造成教会天骹袂进步，做代志别骹别手的代志有倒一寡，这会看起来若像无光彩的表现，拄好是教会所有信徒必须共同面对的困境。毋是简单凭一个人的作为来解决，是爱每一个人拢愿意正视，搁努力求改变。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因，讲话爱一致，毋通分裂，爱团结，有一致的想法，有共同的目标。所有的人着爱认知，家己和其他的人拢是伫同一只船顶，必须同舟共济。若彼此想法分歧，互不相让，就算口号发甲真大声，教会的力量也只会奈何而已。言行一致是基督徒通做的自我要求。一般人通常容易看见别人的缺失，却无啥会自我要求。某种程度，这会互人留落一种印象，就是讲话真会讲，毋过讲的是一回事，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还是人前人后无一致的假扮，专门拣别人爱听的来讲。对即种人来讲，是毋是有即件代志并无重要。做基督徒，若也是安尼，恐惊也会互人伫信仰上绊倒。假使军队耶稣脚中的基督徒，完全无在意日常生活的言行表现，安尼要安怎往厝边也是还未信主的亲友传福音呢？搁较互人艰苦心的是，这个表现看伫非基督徒目睭内，应该只有会互人
敬而远之若定。记犹新有一位虔诚热心的教会姊妹，逐摆伫同事的读册会中，大方赞扬基督教信仰有偌好，无互在场的人留落基督徒自信主动的好印象。做事倒转去到伫工作的岗位，伊却和同事做伙批评顶时真机车，也无袂记得伫面册大声放话。当单位主管及时关切的时，无拍算这位姊妹方话性反问：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瞬间扩大反差印象，互其他非基督徒同事雾煞煞，纷纷纳闷代志哪会闹甲遮尔啊大条。坦白讲，伫一个多数员工是非基督徒的基督教机构工作，非基督徒同事自然会放大基督徒的所作所为，来检视伊所信。这点并无互人感觉意外。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基督徒毕竟爱转来到日常表现，对生活实践信仰，回应佮见证上帝深深的疼和恩典，才通互人信服。言行一致，毋定是避免教会分裂的要素。伫台湾这个基督徒是小众的岛国，搁较是传福音的人，不可欠缺的信仰表现。默想，回想家己伫厝内教会职场，也是甲人相斗阵，是毋是有过言行不一的表现？回想家己伫厝内教会职场，也是甲人相斗阵，是毋是有过言行不一的表现？知影阮软弱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源源不绝，求你帮助我诚实面对家己的不足，互我改变甲成长，伫日常生活中会当用神益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